とmi pa papaara kita anini tunini aserangawan dan amis sa carwain ta sa icelan ita ai kira-kira好，谢谢李老师。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线上的讨论。好，那我们先看一下这张图哦。这张图是我们整个讨论的一个架构哦。这张图非常的重要哦。好，我们来给各位看它的原图哦。好，我今天下午有跟李老师稍微讨论一下，我给各位截取的图哦，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这个样子哦。然后其实往前面哦也有哦，大家看一下这个位置，往前大概是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时候哦，有一个很明显的阿美族的一个特质哦，就是这个这个叫做东部神文红陶文化哦，这个就是说，如果你去那个什么博物馆啊，如果你有看到该处的遗址哦，有神文陶哦，不管是粗神文陶还是细神文陶啊，就表示那个地方阿美族曾经去过哦，或者是阿美族人曾经在那边交换过这样的陶器哦，所以会有这种神文陶的那个它的一个器物。那你看它的时间点大概就是新石器时代的中期哦，哇，这个时间很久哦，看一下，大概就是有4400年、4300年哦，一直到3400年以前哦，距今4400年、4300年哦，到3400年。那后来我们讨论的部分哦，就是讨论到这一张图哦，这一张图就是我们后来讨论比较详细的部分，就从3300年啊，就是这个地方啊，就是从那个打星星的部分哦，就是由卑南文化这边开始哦，它延伸的麒麟文化跟花岗山文化哦。那我今天就是也会把上个礼拜讨论的部分再讲一遍。再稍微简单的带一遍，我怕那个一个礼拜讨论一次大家都会忘记那我们整个阿美族的核心的文化大概就是从卑南文化开始，进入到山河文化，山河文化延伸出你看我那个箭头，山河文化它延伸出那个龟山文化往南的。那往北的有到13行文化，那往南的龟山文化完之后，他又再往台南那边到鸟松文化那后来他们又回过头来到晋普文化我这样讲，大家可能比较没有办法了解那个概念我用这个图来跟大家说明好，这个图就比较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部分。我把那个图把它弄出来。好，我们先从这一张图开始讲起。这张图，好，我现在沿用的图我必须跟各位报告，这不是我画的这个图是我们用那个刘义昌研究员刘义昌是那个考古学最顶尖的专家在台湾，然后这一些地方都是他挖的我们其实阿美族的历史可以重建真的要感谢这个研究员他花了毕生的时间去做这个考古的工作，然后把我们那个阿美族过去走过的遗迹都是挖到了，然后我们透过他挖的遗迹他的他们一些遗址嘛，然后可以把它串联起来再透过我们阿美族的那个哪哨的概念去做一个结合慢慢可以把阿美族过去的历史慢慢的这样形塑出来好，你们看这张图这张图是我们那个
那个刘一昌那个研究员哦，我们叫他教授了，刘一昌教授，他当初在画这个图的时候，特别在东部的部分哦，从宜兰的新城哦，花莲的月眉，台东的长光哦，到那个台东市附近的卑南哦，这4个点哦，他挖到的遗址是比较是新石器时代的中期，大概是中期左右的时间。那我们刚刚给各位看的那个图啊，这张图这个就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就是卑南文化，就是我现在讲的这个卑南文化这个地方是3300年左右开始的。那我刚刚给各位看的那一张图啊，就是这张图是3300年以前所挖到的那个遗址就是说就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之前挖到的时候，所以我们就假设这4个点是阿美族人最早有在那边搭那个就是搭建我们的部落的一个遗址的一个猜测那我们现在我们第一个先不要看就是新城这个部分最上面那个，大概就是我们三个瓦哨我们一般讲瓦哨不是单一个瓦哨它从那个我们讲从兰屿，我们这个慢慢讲就是说等一下我会请那个吴老师做回馈。因为我们也不能假设各位的那个什么地理概念那么清楚，所以我们用那个 Google 地图来一个一个说明你们才可以知道。如果你是住花莲的或台东的会比较知道我在讲什么。好，我们现在用地图来当成是我们那个好，这张图这个是兰屿这个是绿岛。那我们的动线是先到兰屿嘛，再到绿岛，然后再到这个嘎嘎瓦山就是从兰屿到三内亚塞，然后到嘎嘎瓦山，然后到阿拉班奈这个是其中一种走法然后我们的黑潮是这样子我们的黑潮是这样子，黑潮就是一种洋流它是这样子往这个方向。黑潮是这样走，黑潮是一种洋流我们一般阿美族人北上北上去，很像坐火车就是往北的路径是利用洋流的力量然后一直往北它大概是这样的路径。然后我们会用这个洋流的力量第一个登陆点会是在台东，然后第二个登陆点可能就登陆到那个。他给的是长光嘛，好，长光在哪边呢？长光是在那个长滨那一带，它第一个是卑南嘛，那第3个点是在月眉，月眉在哪边？你们知道吗？月眉就在寿丰那边，大概是在这个位置，就是说它顺着那个黑潮的时候，在这边登陆，所以它其实登陆的点应该就是在花莲溪好，那大概就是这3个点是主要的位置因为我们要看这张图为什么要这样子说明呢？因为这一张图的意思就是说，当初阿美族人利用洋流的力量，在卑南这个地方登陆，在长光这个地方登陆，在月眉这个地方登陆。我们用考古遗址的时间来去定位所以这3个点大概就是阿美族人最早有3个集团第一个集团是 Rarangas 在卑南西登陆，
第二个是吉维利安集团哦，它在长光附近登陆。第三个是巴吉萨集团，它在越美的地方登陆。然后这个我等一下再介绍哈。好，我先讲到这边哈。想请李老师这边做回馈，看我这边需不需要修正跟补充的。它是有2个走向哦，也许是它标的这个有些的可能是区域啦哦，不一定是在长光这边，可能是区域哦，所以我们要这样想然后那应该是你说的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出入了，这是一种的做法，一种的就是从这个普顿到萨那亚塞，然后再往这个边南这一边，然后分叉一直到然后在边南这边再往北走，就是另外一种走道了哦。对，我想是大概就是这样子了。OK， 因为在我的记录文献里面第一个登陆的地方，如果是不是从南野这边的话，是从这个阿拉巴奈这边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在这个大概是晋府跟猫公法贡这一边，这2个地方很接近。那所以第3个是他们说是美伦嘛，美伦可能就是在也讲还比较南边，可能就是在这个利乌西的南边这一边的。对，美伦这边 OK， 好，我把刚刚李老师他讲的地方再标一下阿美族登陆的有点，特别是吉维利安这个集团吉维利安不一定只有吉维利安它可能有它的集团，它里面有其他的亚萨我们大概就用吉维利安为一个主要的亚萨作为命名它叫吉维利安的联盟或集团。刚刚老师有讲到他登陆的点有可能是在猫空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在哪边。封滨这边，对在这个位置刚刚是可以，我再补充一下了刚才我讲的点，刚刚那个李老师都没听到声音，跟这个考古学的挖出来的东西可能有一些距离，因为它登陆不一定在那边，它有遗址，可能会移动。大概是这样的。OK， 刚刚信燕是说李老师的声音都没有听到，是不是？是吗？我是没听到啊，不知道其他有没有听到，就是有消掉，然后听到你的声音，回答他的声音。我有听到。係嗌到。Hirama tingil ako. 係。OK， 没关系，我把李老师的话再讲一遍因为我们每一次都要把我们上次讲的东西做某种程度的修正好，我给你们看一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真的不能乱讲我给你们看一个洋流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阿美族的就是说他怎么利用洋流。我们来看图。好，我们来看第一张这个图好，这一张图是夏天的洋流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图很明显这个黑潮这个洋流有没有发现它会顺着台湾的东边，有没有这样子走？还有一个黑潮支流往恒春的西边走它有2个路径所以你们看看这一张图，如果阿美族是顺着这个洋流走第一个登陆点是不是可能就是在卑南溪这边？好，如果他走歪的话，他走这一条他的登陆点就是刚刚李老师讲的猫公、长滨那一带丰滨、长滨那一带那找到最久的一个遗址就是长光那附近的遗址，是可以对应到新石器时代的中期我们用遗址来确定阿美族旧部落的位置
然后走这一条路的话，有可能就是奇维利岸；走这一条路的话，有可能就是什么拉兰厄斯。然后走这一条继续往上走的话，它可能在这边下交流道哈，我们把这个当高速公路哈，它可能在靠近那个花莲溪附近的美仑溪这个地方下交流道，然后再往花莲溪进去到寿丰那个地方的月美哈，这一支可能就是巴吉萨。好，李老师，我用这个图这样子描述会不会更精准？很精准，很精准。对，好，我们不用讲太快哈。因为我们每一次都必须要验证我们上一次因为我们会收集更多的资料跟考古学的证据来证明，就是说阿美族的登陆的位置点有没有符合我们的假设所以这个假设只要成立，后面才可以推论好，我们可以给现场的我们的参与的朋友发问有没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没有关系。我们就我们手边有的资料都可以回答你们。如果你们都来上线了，如果很好奇的话，都可以问，没有关系的。都没有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顺便跟你们讲一下不是我在跟我们台湾的台湾的起源说唱反调了。你们看一下，这个洋流是夏天的洋流夏季的洋流。你们看一下这个洋流它是北上的，对不对？它连我们的另外台湾的西边或者西南边有一个南海洋流也是北上的。你们知道洋流的，特别是黑潮，它是一个很强的洋流，它是用我把它帮你们换算他们是用节的单位去算它的速度。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大武的出海口在台东大武的出海口丢一个保特瓶大概就是在这个位置丢一个保特瓶，在这个位置，然后到了6天之后就是无动力的状态，你只要把它到了黑潮，它就会到哪边？到南洋溪的出口，到这边，从这边到这边都不用动它你把保特瓶丢到那边它就会怎么样？顺着这个黑潮到南洋溪的出口，也就是说，你坐船在船上躺6天那个顺着海这样漂流6天就到南洋溪的出口。何况你还不用再加季风比如说你再加一个西南季风，或者是再加我们的那个船上的那个嘎萨瑟拉那边用力划船它可能速度就是每小时会到20-30公里那这样的速度就不用6天我跟你们算几天到，你知道吗？2天就到了。只要每小时20-30公里，2天就到。从台东的大武这边一直到南洋溪的出海口，只要2天。对，你看那个以前的那种航海的路径利用黑潮的力量有多快？但是重点是你反方向走你逆着走你怎么滑你滑个10天，从宜兰滑到那个大武，你会滑得累死你都滑不到。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讲的一个概念是说，不太可能是从台湾往外移动的，因为它必须克服一个很强大的黑潮的力量。那你说阿美族人，我们上次讲到说他怎么利用洋流往南边走呢？好，我们来看这张图给各位看另外一张图，冬天的图。好，你们看到这张图了吗？这个是冬天的那个洋流好，你看这张图这个也是黑潮，冬天的黑潮东半部没有什么改变呢。可是你们看一看那个我们的西半部，这个时候冬天的话会有东北季风，东北季风就会造成那个我们的西岸部分有产生一个中国沿岸流。那我们的阿美族人怎么去南洋群岛做交易呢？他是利用这个有没有？
我等一下会讲说我们阿美族坐落的点在哪边，一个是在卑南溪哈，一个是在那个我们讲的那个四重溪的出海口，在龟山遗址。我画给你们看哦，大概是在这个地方，好，红红的这个地方。那阿美族人他要怎么做呢？我把它放大一点哈，哦，这样你们比较看得出来。大概在这个地方哈，这个突这个地方哈，阿美族利用什么？黑潮支流哈，这个叫黑潮支流，这一个叫黑潮支流哈，这个是主线，哦，这个是支流。阿美族怎么利用？它在这个四重溪这个出海口龟山遗址哈，是阿美族的铁化的遗址。它从这边搭这个洋流的力量往这个地方转，这个地方是澎湖群岛哦，它转到这个位置点，再去搭这个中国沿岸流哈，利用东北季风的力量往南边移动。它往南边移动怎么移呢？哦，我们刚刚上次我们不是有讲，它是怎么样？它是去那个南岛玉露哈，它把丰田玉传到那个什么东南亚的各个国家哈，它怎么走呢？它就是这样子，利用刚刚的回转路线，在澎湖群岛这样子回转，它就开始这样子走哈，利用这个绕圈圈哈，然后再利用洋流再回到台湾。这样逻辑有没有理解？好，我先讲到这边哈。李老师，我这样子的讲法会不会更贴近他的整个动线？是的，是的，我已经是很接近了。你看哈，那刚才凯明说是从这一个四重溪，那这边是车城乡啦。我在这边是重溪，以前我是海军陆战队，然后我们训练的地方就是四重溪，然后我没事了，我们沿这个河流到河口这边，那边河口这边好，伊赖古马沙发那位啦，所以很平和的水，就是它这边因为高雄这边哈，那它一个弯的地方的时候哈，它就比较和缓的这个没有什么很大的流，所以那个地方很好是这个把这拉国牛呀达比那呀，所以那边的河口就是很像是湖一样啊。我现在才想到，那一段时间我当兵就是看到这一个，原来现在就是以前达里萨干走的那一条地方出口的地方啊。对对对，好，谢谢李老师哈。那我在帮各位哈，就是我们尽量让跟各位有概念。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达里萨干的那个路径哦，不然大家可能不知道四重溪在哪边哈。我们来看一下恒春阿美，对，把它弄出来。对，我们看一下那个恒春阿美的那个路径哦，因为我们一下子资料量很多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古地图哦，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清朝时候做的地图。刚刚我们讲那个黑潮支流哈，我讲的位置就是在这个位置哦。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车城哦，就是我这个是古代的地图哦，我给你们看一下真正的地图是长这样。好，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地图。好 ，OK， 你们看一下这个地图哦。这个地方这个路径哦，就是我们那个恒春阿美哈达里萨干他们回家的地图哦。什么叫回家哦？我先讲一下这一段哦，就是说当初16、17世纪的时候，那时候荷兰或明郑时期郑成功来的时候，阿美族人在台南市的教育遇到挫折哦，他必须那个撤退。那恒春阿美知道他们来自于卑南溪嘛，他们撤退的路径就是这样，从这边回去哈，再从四重溪上去哈，再士林格山，再到八窑，八窑就是现在的巴里绍哈，然后再往上走到旭海哈，就是这样回去回那个台东平原哈，这个就是他们回去的路哈。那车城这个地方，我现在框的这个位置哈，就是我刚刚讲的黑潮支流哈。黑潮支流它会经过的地方，然后在冬天的时候，它会到这个位置去做转弯。对，好，这个图哦，我把那个它的位置
它这个大概画的这个区块就是龟山遗址的部分哦。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一张图哦。大概就是这个凸起来的部分，你看你们对一下，有没有凸起来的部分？就是大概就是龟山遗址的部分，这边有没有？就是这个地方，阿美族人这边有龟山遗址哈。那个我等一下再给各位看那个龟山遗址的那个对应图哈。那这个地方就是龟山遗址，就是阿美族以前从那个旭海，从满洲一直到巴窑到牡丹，然后从四重溪出来的地方，然后再往北上要去台南做生意的这个路径哦。那他们有时候要去做南洋的生意的时候，他们就必须走这个路径，利用这个那个黑潮的力量，在这边东北季风往下推，它有一个转弯的力量，然后再接到这个我们讲的中国沿岸流哦，让它能够顺利的到南洋群岛。好，大概是这样子说明哦。有没有？我怕我们的讲的东西太多，有没有人有问题听不太理解我在说什么的？你们不要不好意思呢，我们这边资料很多哦，有问必答，除非我们找不到资料，我们就再帮你们收集资料，下一次再回答。有没有问题？阿美族问题，对啊，星海老师，是我有个问题啊，是这样子，刚刚你所指示的那个它的黑潮的行径哦，它的船只都是载运一些有关于他们要就是以物换物的一些材料，他们的那些都是从北部取得的，是吗 OK， 第一个问题，好，星海老师你就这个问题哈，对，好，没关系，我们慢慢回答哈，因为这个资料量实在太大了哈，我们慢慢帮你解答这个困惑哈。我们刚刚回到那个原来那一张图哦，就是说，好，星河老师，我用这张图跟你解释哈，就是比较清楚哈。当初阿美族人呢，在3300年左右哈，在那个寿丰溪附近的丰田哦，发现了丰田玉哈，其实那个玉叫做散玉哦。然后我们在卑南文化那个时期哈，就是利用丰田玉当成我们的交换的主要的一个商品。哦，第一阶段哦，在卑南文化的时候，那第二阶段我们进入了所谓的那个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最后一个阶段，到金属时代的哈，我们到了三河时期。三河时期就是我们利用我们的航运的技术去哪里拿东西呢？去南洋群岛去拿玛瑙、琉璃珠，还有一些铁器。我们顺便把炼铁的技术也带回台湾，这个是阿美族第二阶段最主要的商品。好了，我们到第三阶段就是所谓的晋普文化晋普文化跟13行文化那个时候阿美族人发现的黄金在利物溪口的附近，那个这几个阶段就是阿美族人在台湾阿美族人在台湾中华民国在台湾，阿美族人在台湾，阿美族不是属于台湾的民族，它是世界的民族，你们要用这个角度去看阿美族所以在晋普文化的时候，就是有进入到有做金属类的，包括黄金、铁器都是我给你们看一个图那个它那个金属就是看一下它这个遗址我给你看，那挖到的还蛮漂亮的。好，我们这边有那个挖到的，有那个13行出土的你看这个黄金不错另外一个是巴松岸出土的它的遗址是这个
这个感觉像金箔比较薄一点。你看八三冈是属于什么遗址呢？是属于晋普遗址。所以我简单的再讲一遍就是我们在卑南文化的时候，我们其实交易的是丰田玉，是我们主要的交易的货品。到三河时期的时候，我们主要交易的是琉璃珠、玛瑙，还有那个铁器。我们顺便从南洋群岛把铁器带到台湾，所以台湾有一些遗址有铁器包括13行遗址，还有那个宜兰的遗址，还有那个南澳的遗址、汉本遗址，还有那个利乌溪的崇德遗址，还有我们那个花莲溪到美仑溪这一带的那个海岸边有遗址。那一直到晋普遗址我们最原初的那个旧香兰遗址还有往南到龟山遗址，还有到台南的鸟松遗址，这些铁器都是阿美族人从南洋群岛把技术带到台湾，或者是把炼铁技术把铁器带到台湾，或者是把炼铁技术带到台湾的一个证据然后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我们的晋普文化进入了采金的时代就是在利乌溪发现的沙金，所以你在崇德那边也有发现黄金，在13行也有，在晋普的白山庵也有，很多地方都有我现在没有办法一一念给你听好，马里克老师，我这样子解释有很清楚吗？有 OK， 清楚。有没有你听完之后，你会觉得我好像在讲别的民族，好像不是在讲阿美族因为我觉得很对过去的那个阿美族的那个文化他们很有智慧去取得这些东西，然后以物换物，导致他们能够在这个海域上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生存的能力就是我的对阿美族的那种意外。OK， 我们未来会把阿美族的祖先我们这一代要好好把他们以前做的事好好昭告天下一下。他们以前是那个台湾的早期最重要的民族但是我们却没有在这个历史课本上写得很清楚。没有错。好，李老师，我刚刚讲的那个我们每个阶段所交易的一些那个物品啊，或者是矿物啊，这样子推论合不合理？合理。凯宾，你现在顺便把那个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不是有个画四方形的吗？就是那个德鲁曼的。OK， 然后就大家就很清楚，我们会把那个阿美斯挂在那个巴塞这一边，那他们就会想起来，原来是这样子，把那个解释出来，把那个图弄出来。OK， 好，我现在把那个李老师讲那个我先把他那个巴塞的那个什么图先弄给大家看对，大家就可以马上连结了。他现在始终没办法连到，什么阿密斯怎么会有这种的？这边就可以连上了。好，我先给大家讲个概述让大家先了解一下那个概念因为这个东西可能需要稍微解释一下。你看我们先了解一个概念就是这张图。这个图讲完，我再把那个李老师那个再合并，再跟大家讲。好，你们看一下这一张图这张图很重要，它已经进入了一个所谓的那个铁器的时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阿美族它的路径我们到了铁器时代就是所谓的三河时代、龟山时代，还有那个晋普时代，还有13行时代，还有鸟松时代我把它圈起来13行有没有？晋普，还有龟山，还有鸟松这个就是阿美族创造的铁器时代。
那紫色的部分就是我们讲那个巴塞就是我们讲的法塞法塞这个阿绍的联盟然后晋普文化是吉维利安跟巴吉大创造出来的文化再来就是这个蓝色部分是达里萨干跟达里萨干联盟就是拉朗纳斯系统那个联盟创造出来的铁器文化，他们兵分三路那吉维利安跟巴吉大它是比较是那个中间这一块好，你们先理解这个概念就是北部是法塞南部是达里萨干，晋普中间是吉维利安跟巴吉大。那我们现在必须要讲一个因为这一段是恒春阿美，没有什么问题这一段南边的达里萨干这个是恒春阿美，我们都知道他们是同台南的。那现在有一个叫做13行的巴塞人13行的巴塞人不知道你们现场有没有听过，就是你们有去13行博物馆有看到一个巴塞人后来在16世纪、17世纪的突然不见突然不见的原因我等一下讲那这个就是他们的分布。那李老师说，那这个法塞跟我们阿美族有关系吗？我们阿美族怎么跑去淡水、八里、13行了？来，我们来看这张图这张图是一个荷兰时期的文献这个是17世纪上半的马赛人，这个马赛就是巴塞法塞的意思。你们看一下它的整个分布因为这张图可能没有很清楚，我把它放大放大。好，我们从北边来看这是不是淡水河？对不对？再往下这个是南洋溪，有没有？好，再往下这个文献不是很清楚这个是利雾溪再往下这个是花莲溪。好，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图的标题叫做17世纪马赛村社分布图，也就是说我们那个时候17世纪的马赛人的村社的分布图我们从这边开始看它有 A 龟楼社、北投社、李什么社、李竹社，这个字我看打妈烟社、奇力板社、歪仔歪社还有什么少物社。各位你们不要笑这个都是阿美语变中文才会那么怪里怪气的。好，最后有一个我们下面不看我们看一个第 I 这个达勒罗马这个社这个怎么没有中文？然后它的位置很妙这个 I 就是在这个位置就是在花莲溪，它标一个 I 这个 I 就是我们讲的达拉罗马这个社。好，我一直搞不清楚这个是怎么会在花莲溪的出海口。你们知道花莲溪出海口的北岸就是南势阿美，有谁呢？有吉嘎苏岸、那岛兰、波波，还有那个里绍就是这个南势阿美的族群在花莲溪的出海口。那他这个达拉罗马是指他们吗？我很好奇是不是这个巴塞人他指的就是这一群人。好，我们去找文献看看是不是就是他们我们看一下有没有证据这不然我们就人家说你不要乱讲，你怎么知道巴塞人就是以前的那个阿美族人？我们看看有没有证据好，我们找一下证据在哪里。你们很期待好，看到一下这个叫什么达拉罗马，有没有发现？有没有发现这个是一个政大民族所的那个论文他那个研究者本身是吉嘎苏岸的人他是七角川的人他把那个南势阿美分成3个区块，一个叫达拉罗马，一个叫吉嘎苏岸，一个叫萨吉达亚然后达拉罗马有谁呢？你看到那岛兰、波波、李绍、杜麦、吉维利安、月梅，还有什么米赞OK， 所以这一张图
证明了一件事哦，100%的确认一件事，说什么？这个达拉罗骂位于那个花莲溪北侧的这个族群，它是当时13行马赛村的分部。这个证明了一件什么事情呢？13行博物馆的马赛人就是我们现在的南势阿美。所以当他们从13行撤退到花莲北部的时候，跟我们中部的人讲话的时候，你们怎么讲话跟我们不一样？南势阿美的话，因为受到北部平埔族、噶玛兰族跟其他汉人互动的结果，他们的语言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他们把那个语言带到了南势群变成现在的南势阿美的语言就怪怪的，是因为受到了噶玛兰人跟那边的平埔族其他的人的影响。好，李老师，我这样子说明有没有清楚？有清楚，好，继续吧。那你有没有要补充的部分？没有，可以哈。对，好，巴洛举手是不是？松林大哥，你举手是不是？请说。对，因为我好像有一个南市的朋友啦，是他们的沙翁，我们的斗笠嘛，他们很像叫台北。台北哦，嘿，所以他们对台北有深刻的记忆哈。那松林大哥，你有没有问他为什么叫台北？没有问他，我说，然后那个沙瓦一带，他们说是温刀犀利，完全不一样。没关系啊，不一样没关系啊。对，不一样。那个喜力是羊吗？温刀犀利啊，那个沙瓦一带，还老外一代还分那个过。哎呀，弯道是平埔族的话吗？弯道，跟路呢？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沙翁啊，台北，他们哎，台北。那没关系啦，各地方的有时候这些名称会不一样。OK， 你看我们这一张图，这张图很关键，这张图证明了100%证明了巴塞人就是我们现在的南势阿美这个语群嘛。好，那我再补充一个我就开放给大家问问题哦。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我再把这个图给大家看哦。我们阿美族就是也是蛮辛苦的。好，你们看这一张图阿美族他在卑南溪还有长光、月眉登陆到我们的花东一带那他刚开始他利用卑南文化的那个丰田玉的那个贸易的路线创造了他的在台湾的一个贸易的路径，所以他就进入了阿美族的扩张期那往北就是我们那个拉拉勒斯系统的法塞它就往北到13行，那往南就是那个达里萨干它就往南到我们的台南这边阿美族最强盛的时期就是在这个时期，然后那个这一段时间阿美族在台湾这样子的生活过了几千年，他们在那个澎湖那个地方做转弯到南洋群岛，又回到台湾，不断的这个贸易的路径，这样子几千年，到了差不多16世纪、17世纪这个附近的时候，第一批人进来了，叫做葡萄牙人，但是他对阿美族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第二批人开始有影响了，西班牙人进来，西班牙人是占据哪里呢？是北台湾。然后后来荷兰进来的时候他刚开始是占据澎湖后来又占据了那个台南安平所以这两个外来势力进来之后阿美族发现不对劲好像他们的强势跟他们的那个船都比我们阿美族好很多那交易的控制权也被沦为他们的手上，阿美族人开始撤退就从13行往宜兰往利雾溪这个地方撤退，所以南势阿美就是13行的马赛人，他们撤退到哪边呢？到现在花莲北部的花莲溪附近，就是现在的南势阿美。那在
荷兰占据了那个安平嘛，那达利萨干他也没有办法跟他们互动了，他就往南撤，他撤到了恒春，再从恒春穿过去，再往那个阿朗伊古道再往北到哪边？就是现在的那个电光、关山、鹿野这一带这个就是我们的，还有另外一个系统叫做法兰奥，是马兰阿美他们撤到哪边？撤到台东市，就是以前卑南族住的地方所以我们的本来扩张期到13行跟鸟松这边，后来又退到整个花东一带。那这个时候明郑或清朝开始进来的时候，我们的文献就从这边开始记录阿美族，就会以为阿美族人只有待在花东一带，过去在13行跟在台南这个地方都忘记有他们的遗迹了。好，李老师，我这样子说明有没有正确？有正确。好，我一次讲太多资讯现场有没有人没办法附和或者说你讲的是阿美族人吗？你确定吗？有没有人有疑问的？吸收得了。可以有没有想要分享说听到这一段你心中有没有什么感觉？松林大哥，你要不要讲一下？不然我讲话我嘴巴很干呢。你先喝水啊。所以这个都是在荷兰人还没来的时候，那个阿美族人就来了。没有，应该是说是在清朝的时候才开始记录阿美族的那个部落那个什么历史吧。对，那个信燕，我先回答你的问题阿美族人从那个3300年左右他就已经进入了卑南文化，他大概在3500年左右他那个登陆台湾3500，我不敢确定那个时间就是差不多3500或者3700年前登陆台湾。那3300年的时候就发展卑南文化，一直到荷兰人来之前，他在台湾是处于一个很强势的民族，他主导了台湾的文明的发展，包括了那个新石器时代到了铁器时代。那阿美族掌握了航海最强的技术，所以他可以到南洋群岛把那些铁器、琉璃珠、玛瑙等等的东西载到台湾，跟台湾其他的平埔族进行交易，跟高山民族进行交易。所以你看到的那些他们的装饰品，大部分都是阿美族人从南洋群岛载回来跟他们交易的。所以我们这样的强盛的时期维持到哪？维持到荷兰人17世纪左右的时候进到台湾，大概16世纪西班牙人进来，17世纪是荷兰人进来，就是这两个民族进来之后压缩了阿美族的生存空间。到了明郑时期更惨，郑成功用更高压的手段让阿美族人喘不过气，然后我们只好往那个花东一带撤退从13行撤退到花莲北部，从台南撤退到那个台东的南部，不是台东的南部，到台东市的附近就是现在的恒春阿美。对，大概是这样。信燕，我有回答你的问题吗？有啊，我是想因为荷兰人他们开始那个叫什么大航海时代的时候，他们从荷兰开始出发。对对对，荷兰开始出发到非洲的南部，再到印度西南那边，然后再到那个印尼那边，再从印尼就跑到台湾。你知道我那时候在想说，他会不会从那边的人把印尼人顺便载来台湾，你知道吗？没有，荷兰那个时期他没有把印尼人载到台湾。荷兰那个时候反而你知道吗？他做了一个动作，我讲一下荷兰人的故事，蛮好玩的。他刚来台湾的时候他先去澎湖啊。那时候那个荷兰人并不是说想当老大就老大那时候有大明帝国，就是我们的明朝嘛，明朝很凶啊。他就那个时候荷兰本来想在那个漳州还有泉州登陆嘛，大明帝国说不准，然后他们又跑去澎湖嘛，
那明朝人很生气，你跑去澎湖干什么？那时候澎湖还算是明朝，他还把它算成他的国土呢，他就把它赶去那个什么台湾。那个明朝反而没有把台湾当成他的，他就把往他赶。那所以荷兰人就跑去那个安平那个地方。那慢慢的，他在那边就是那个就是固定的，就是开始在那边发展哦，就盖那些什么安平古堡啊，什么赤坎楼那一些之类的。所以荷兰人那个时候就开始慢慢壮大了。那个时候的荷兰人曾经从闽南闽粤我们讲闽粤啦，因为我们一般都会讲那个福建那边的闽南，就是闽南地方我们会以为都是汉人事实上那边的民族有很多是被汉化的百越民族，所以那个荷兰人从那个地方载了，就是引进了所谓的汉劳，就是那个我们讲的那个什么外劳啦，从大陆南边你说的是不是那个什么同泰人之类的？有类似的，不过那个时期应该已经有汉人血统的比例很高了啦，就是汉藏语族跟同泰语族的混血很高，特别是在那个福建那一带，所以那个时候荷兰人有引进那个我们所谓的汉劳就汉人劳工到哪里？到台南他们唯一一次引进的外面的人就是大陆人，不是没有带过印尼人。这样子，兴业，我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因为我看到他们航海的路线跟那个你们那个路线有点相似。对，所以我在想说，他是不是把印尼人也顺便带过来了，然后就变成阿美族人？太晚了，那个太晚了啦，太晚了。那个17世纪，越南文化就开始了。那个，兴我跟你讲一个时间点，你就知道了。那个荷兰人来台湾的时候，大概我们算16世纪好不好？因为15世纪是大航海时间。15世纪是什么概念呢？就是1500年，西元1500年，也是距今我们现在是西元2023年嘛，所以从16世纪到现在才400多年而已呢。阿美族在台湾已经过了3500年左右嘞。兴业，你知道我的意思吗？那我大概知道了，所以还要往前就是了。所以时间点差不多差3000年了。对，差了3000年阿美族3000年前都到台湾了。对，差了3000年了。可是我在想，那个要这样做贸易，其实人要很多呢。对。所以那时候阿美族人是很多的，多到不行。他必须要他那个概念呢，我跟那个刚好兴业有提到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个文献阿美族人厉害就是厉害在这边。我帮你找一个资料这好像不是在这边，就是我们的那个船呢我看是不是在竹筏这边好，这个是一个那个西班牙的神父你看一下西班牙的神父他们看到的就是巴塞人他们是北边，他们是在红毛城那边的西班牙巴塞人，他说什么？台湾土著用直径2公尺树干做的舟船，最大可载60名军人。兴业，你有看到这一句吗？有啊。这一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时候的神父嘛，就是因为我们西班牙很多神父嘛，我们不像我们很多教堂啊，那个神父有时候西班牙籍的、法国籍的、什么籍的。好，你看这个他描述这一句很传神台湾土著用直径2公尺的树干做的舟船，
最大可载60名军人。这个60名军人，阿美族每一次去做贸易是整个嘎萨斯拉是整个年龄阶层从巴嘎隆奈、嘎巴、马马努嘎巴它是整个年龄阶层上船去做贸易所以每一个阿少、每一个部落，他们只要派人出去都是用一整个团队出发。所以如果这一群人在海上遇难整个部落会愁云惨淡，整个妇女、老人会在这个部落会愁云惨淡。我们的年轻人全部没有回来。你想想看那个情境，他们去南洋群岛有可能遇到海盗有可能遇到暴风有可能遇到台风如果他们全部都沉船的话，你想想看那个部落是什么感觉？所以以前阿美族的男人都是做航海的，女人就是跟那个部落的小孩他要供养。所以你没有发现阿美族的小朋友的都叫我们部落的妇女全部都叫伊娜伊娜伊娜，每个都是伊娜呢。因为阿美族的男人只要出航的时候，部落的妇女就有供养的责任，因为这个是他们未来的下一代。如果出去的人全部遇难了，全部死掉，他们很难有活口因为你去南洋发生意外，你怎么可能就船难就是上面全部就，所以我回答你的问题阿美族人多少人我不敢确定，可是他们每一次航海的贸易都是一个年龄阶层。好，这个东西我们怎么样去判断说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有一个我可能现在找不太到没关系，我大概跟你讲像有一个仪式有一个仪式叫做那个都兰的巴莱赖这个仪式巴莱赖是什么仪式呢？就是我们的航海的那个从别的地方回到部落的时候，整个部落都会欢迎他。然后那个嘎萨瑟拉里面最年轻的嘎巴他会拿着，比如说有拿着兽皮有拿着什么琉璃珠有拿着其他的交换的东西，或拿吃的他就大摇大摆的从他们的停船的地方走回部落，然后用一种炫耀式的方式跟部落说，我们就是丰收的回来了。所以那个巴莱赖的仪式就是欢迎这个我们这个就是去外面去交易的成功的团队回来了。所以现在还有残留这样的仪式的大部分是南部的阿美，像都兰的，像恒春那一系，他们还记得因为他们其实过去是阿美族航海的急先锋，他们比较是带头的，所以他们对于航海这个工作是做最久的，所以他们大概也就是说他们的记忆最深，所以都兰那一带就是我们讲的拉朗20系统的，他们对巴莱赖这个的东西会比较印象深刻。我问一下现场有没有那个马兰系统、恒春系统的那个，或者是都兰的，有知道巴莱赖？我可能讲的不是很好啦，有没有人要帮我补充的？小白老师有没有在？有。老师，你们的电工有没有巴莱赖这个动作？有，一定有的。你看我们东部都没有。对，那个台东这边应该大部分都会有那个巴莱赖啦，有我们恒春阿美的几个部落大概都会有啦。那个巴莱赖的更早期的时候，我听那个耆老讲，那个现在那个巴莱赖的动作以前是用那个毛啦，像标枪的那种东西来撑到后来到现在的话，变成那个男生那个嘎巴变成用雨伞我后来问他们说为什么要用雨伞呢？他说以前用毛的时候，日本人有限制，因为怕你们
那个阿美族的人会造反呐、会刺杀那个日本人，所以呢，日本强力的限制，就说那个矛不能用，改成雨伞这样啊，哎，不过那个仪式大部分都会有，就是从那个什么合祭啦。合计好了以后，要回来部落的时候就用这个巴来赖的这个动作，这样，哎呀，要用跳的哦，不是随便跑这样啊，要一大步一大步的跳，这样，跳到那个一来是训练那个嘎巴的体力啊，好不好啊？就这样，对呀，二来。现在就改变那个雨伞哈，变成是那个女朋友要给他撑的啦。这样的话就比较有意义。这样，这是一个后面的改变啦。哎呀，好，报告完毕。谢谢那个小白老师哈，就是整个的发展的形式哈，根据我们后面的文化有点变迁哦，所以它展现的意涵也慢慢的变得不一样哦。总而言之，那个巴来赖这个仪式哈，就是欢迎我们的船队哈安全归来，然后丰收而来，所以变成那个我到时候找那个就是那个，因为我现在叫我临时找我还找不到，就是说就是有一个动作，就是年轻人拿着他们的那个交换的那种战利品东西战利品，那边大摇大摆的走进部落，你知道那个感觉，年轻人本身骄傲，部落的人也那种感觉，你们可以想，就是哇，安全回来了这种感觉。走路有风了，开心回来了。对，而且特别是安全啊，对啊，你们可以想想看，出去哦，几个月回来的那个感觉，生死未卜的那种，很恐怖呢，对不对？那个像远洋渔业哦，你看我们阿美族就后来的 DNA 也传到远洋渔业了，去远洋1年半载才回来的。OK， 这个那个有没有回答到那个信念的问题？我们其实以前的人哦，他们去做贸易哦，是一个年龄阶层整个出动这样子。好，那我们延续的这个，好，森龙哥，请说。凯明老师，我问一下哈，如果是这样子，如果说真的有发生这个船难，那个就是从那个村落出去的这些没有回来的这个，就是说他们可能都一个都不会回来嘛？那会不会也造成那个部落他整个就遗忘了他们的这个技术？有没有可能？就是说他们航海的这个技能，因为他全部都是小孩子嘛。有可能，你讲的这个很有可能，因为他们，我们讲一个部落有点像氏族的联盟，比如说你这个部落有，比如说有巴吉卡，有吉维利安，可能是这2个氏族的联盟，所以这2个氏族的联盟里面的年轻人哦，从那个巴嘎隆奈嘎巴、马曼努嘎巴全部出动哦，整个部落的年轻人如果船难全部都挂了。那这个雅哨很有可能就会消失在阿美族的雅哨里面。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就是说再入赘其他的人？这个我不知道呢。李老师，这个地方你可不可以补充，就是说，如果部落的青年全部走，他们会去希望别的部落的年轻人入赘到他们部落吗？重新再建构一个家庭？也有可能啦，但是我们要去想哈。那年龄阶层马曼努嘎巴的这以下的走掉的话，你还有马曼努嘎巴毕业的啊，也不一定是很老了，所以我相信这一段时间都可以撑的，然后为什么我们阿密是一个母系社会？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得出，因为阿姨的姐妹们的生的孩子，
如果是真的发生这个事情的话，可以互相的照顾，这就是一个重点。所以为什么会母系社会就跟男生出去以及发生的事情之后呢，照顾这个家的就是她们几个姐妹啊，甚至一个氏族都可以照顾了哦。那至于这个孩子总是会长大的啊，不是年龄阶级里面不是那些10岁12岁的孩子应该总是会长大吧，所以不一定啦，不一定会一定会入赘到别的地方去啦。还有那个米阿发带了，巴卡隆外下面还有米阿发带啊，对呀对呀，米阿发带、米拉鲁麦，对不对？哎呀，我们会长大啊，对对。然后妈妈的嘎巴上面不一定说都很老啊，不是嘎拉斯啊，不是嘎拉斯，对，也顶多差1、2岁、2、3岁而已了，不对会差很多了。对，都互相照顾了。哎 OK， 报告完毕。好，谢谢。那个升龙哥，不知道李老师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觉得我大概明白。 ？OK， 好，谢谢。他这个我们刚刚忘记了哈，妈妈努嘎爸哈，他其实应该也是30几岁左右啦，30、40岁，所以上面其实还有稍微年长的哈，所以他们还留下来，有可能就是要延续那个就是说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情哦，这些人还有机会再教我们那个正在长大的小朋友。对，因为妈妈跟我爸跟上一起顶多差2、3岁而已啊，没有差很多。对，他会照顾这个团体啊，他们会照顾，对。所以氏族不可能说会灭绝，应该是不大可能。OK， 对嘛？这样子大家如果共同这样子，就可以找到那个他有办法那种做世代传承的一个方式了，还是有啦。对，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献很重要哈，它可以载60个人哦，所以它这个的组织非常的庞大哦，组织非常的庞大。我们来看一下哦，我们要看这个字哦，这个每一个字都很重要，用直径2公尺哦的树干做的舟船，直径2公尺，哎，直径2公尺是多大的树干啊？那都很大，这个树。这个直径2公尺，哎，它其实是200公分的树干呢，直径，所以是多么粗的树啊！我们来看一下哦，我们绝对不是用竹筏哦，我们一直搞错方向。阿美族绝对不是用竹筏去做，你们知道那个巴塞人啊，怎么称那个蒙甲哦？他们把船开到蒙甲的时候，他们叫 Vanga 哦 ，Vanga 是什么意思呢？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词汇哦，我找了老半天哦，还是有找到呢，哈哈。你们看一下这个词哦。因为阿美族很多船的字哦，你们看一下这个词汇。好，你们看一下第一个叫做大船，叫做 varunga， 第一个，第二个哈，你没有看到那个蚊帐、船帆、窗帘叫网大，有没有？还有再下来是鸡饭，还有鲁难哦，好，以此类推哦。你们看一下第二个哈，闽南介词哈，蚊帐、船帆叫什么？网大，请问一下，这个字跟 vanga 是不是有点像？vanga 网大有没有？可是他用闽南介词，我看可能是我们先讲了，他们才借去用，后来我们以为是他们的，变成以为是闽南介词。这个是马赛人对蒙甲的称呼。那你们知道 Vanga 是什么意思呢？ Vanga 就是螃蟹船哦。螃蟹船长什么样子？你们知道吗？螃蟹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螃蟹船哦。好，给你们看一下。好，这个船叫做海 Vanga 哦。螃蟹船就是说，我们中间有一个我们的主船身哦，是用那个树干做的，有没有？
他把它挖一个洞变成是船，它旁边要延伸那个柱状，看那个有一个叫做柱状这个东西，柱状这个东西就是要平衡用的。我给你们看一个东西哦，这个是那个我们那个在那个我们的那个丰田玉遗址你们有没有看出什么东西？你们有没有看懂？这个是3000多年前的东西哦，你们看得懂吗？前面有3个人，有呢，有3个人，很像一艘船，然后很多人呢。对啊，对。你知道旁边这个是什么？完大。这个就是旁边那个平衡杆呢，有没有？哎，好，我再给你们看哦，这个是3000多年的东西哦，你们再看一遍，多看几遍，你们会发现阿美族有留下一些证据，让你们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哦。再看一次哦，那个平衡用的嘛。这个平衡用可是为什么它会画成这样？因为它是用2D 的画面去描述3D 的感觉，对不对？它是用平面的，它这个地方想要画说平衡感，平面的画成这个 L 型的，有没有？有没有看得出来？有看得出来，往外移，有对不对？往外推啊。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所谓的，那如果变成60个人的画面是长这个样子，它会变成会有2种，有没有看到？这个就是说，如果你要载到60个人，就是这样子，它会有2个独木舟会把它并在一起，有没有看到这个画面？好，李老师，我先讲到这边，你补充一下，我们再休息5分钟。你要不要补充这个"网大"这个词汇跟它的这个船的概念？没有错了大概是因为那个错字的问题了，应该我们都会说那个反大的怎么样，就是那个反的意思了。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但是他们就变成为是好像是闽南语一样，那我们在用的时候变成我们在借他们的词，其实应该是过去巴塞人称的名称。既然他说是巴塞人嘛，那一段时间的是巴塞人的话，那一定是反大嘛，就是帆船的意思啊。就是 Vanga， 就是螃蟹船呢，螃蟹船。对。OK， 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现场的听到这边有没有觉得好像在听别族的历史你不要怀疑，这个是阿美族的历史对呀，前面已经告诉了那个巴塞人跟这个南斯阿美，然后南斯阿美也有9一链把其他人混在一起，那就是阿美族啊。我们这样想就对了要跳脱了。对，好，我看到玉林老师有举手玉林老师请发问。我听到那个马赛，我就想到那个马赛是那一种的绳索呢。对呀，就是马赛啊，就是一个藤索啊，就是那个还是类似那个什么，还是生长在山上那种的，当那个绳子一样，它当绳子来用的马赛。OK， 好，我给那个玉林老师因为他们这个你知道为什么他们的那个发音就是它原则上这个雅绍叫这个。好，我给你看，它是法塞阿美族的雅绍它很多意思啦，你看下面所以它这个词汇就是一个比较就是很多层意思的，然后它是一个雅绍那玉林老师法塞这个词汇，你看看那个南斯阿美的 F 怎么发？南斯阿美的 F 都有点发 B 的音他们会念巴塞，对不对？巴塞，所以其实不是马赛族啦，是巴塞人，巴塞族。所以我们讲的那个巴塞法塞不是马赛是巴塞我点给你看，马赛是巴塞不是马赛
所以我们可能名字要念准一点哦。我给你看那个他们的，有没有看到？有没有？它这个地方就标 B 的音，有没有发现？这里就标 B 的音，因为南斯阿美在念 F 的时候是念 B， 他不会念 F， 他不会念法塞，他念巴塞。所以原则上，我们翻成那个马赛是不对的，应该要翻成巴塞哦，最贴近它的中文。好，玉林老师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有，有谢谢谢谢。OK， 好，我们休息10分钟到8点半哦。大家今天的资料量比较多哦，希望大家能够消化。好，我们休息10分钟。海明老师，海明老师，考不好不行哦。海明有听到吗？现在休息。哦，马里盖老师，好好休息一下，待会儿我再问那个。好好好。
李老师，哎，我们刚刚几分休息的，我有点忘记了，是不是时间到了？我们是休息几分钟，我也10不知道。分钟，没关系。好了，没关系，那我们就开始了哈。如果好，那个星海老师举手，星海老师有没有什么问题？哦，是，凯明，凯明老师，我是有一个疑问的哈。我爸爸上一次来的时候，他说法赛刚刚也提到一个法赛族哈。对，在过去那个吉兰密带那边哈，就是富里那边，有一个地方叫法赛，然后呢，那时候的那个平埔族人呢，他们就会问说，你不可以对，我不去法赛嘞，这样。我们可以法赛哦，那个法赛，这个法赛那边是不是有过去的那个法赛族的遗族在那个地方？我是在这样想，或者说这些平埔族人是过去的那个法赛人被同化的，的法赛族人是这样子。那个疑问是这样。星海老师，你最后一句再讲一遍，你说被同化的那一句是谁被谁同化？那个法赛族被同化，也就是平埔族变成现在的平埔族在那个地方的。哦，我懂你的意思。也就是在那个富里那个现在的法赛地点的一个法赛族，法赛的一个地点的平埔族人，是不是就是那些法赛的族人？老师，你讲的是不是富里那边的东里？对。哦，老师，我告诉你，那个是真的平埔族啦。哦。从那个什么西边，他们是属于那个西拉雅跟那个马卡道的。他们有我们在东海岸哦，在长滨那边有那个所谓的平埔族有8大社。平埔8社，那个纵贯线就是我们讲的纵谷线那边也有8社，那其中东里那个地方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位置啊，以前是阿美族住的，后来平埔族阿美族离开那个位置，平埔族去补那个村，所以变成是那个村现在都是平埔族，是真的平埔族啦，跟那个没有错法赛没有关系。对，了解，好，谢谢。OK。好，我们看这个船哦，你们看它那个帆，你们看这个帆是不是很像我们那个什么我们的三角网？有点像哦。这个就是以前南岛民族的帆的做法哈，就是用一根柱哈，另外一个是弯的，然后它里面那个材料哈，我是不知道用什么做的，有可能是用那个什么苎麻，有可能是用竹片、藤片什么之类的，可能这个部分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没有看到真正以前阿美族的船，不知道他们的帆是用什么材质做。
不过原则上我看到很多图哦，大概是长这个样子。李老师，你的认知也是类似这样子吗？对啊，对对，我的认知是这样子。哦，那个反不是2根这样，它是1根中间，然后那个就是你看旁边一个弯形的，然后这个是用绳子去控制它的。对对对对，所以应该原则上是长这个样子。你看这个有将近有没有40-50个人的这个也是长一样，有没有？一根是直的，一根是弯的哦。李老师，这个也是一样的类型嘛，对不对？对对，一样的。然后你看看为什么那个帆呢？你越拉它弯的时候，它这吃风越大。你把它绳子松掉的话，就平平被风吹就不去了。对，我懂你的意思。对对对，没有错。哦，所以它那个越弯的话，它就是吃风越大。哦，对对，吃风越大，没有错没有错。哦，其实我们那个你们有没有印象啊？现在前几年东海岸有做那个竹筏作为阿美族的就是那种那个海洋民族的那种重建，他们的方向都错了哦。我们阿美族以前不是用竹筏作为我们的贸易的船只，是用独木舟啊，是用木头做的。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哦，你看这个是我们在西班牙时期的那个一个神父啊，他说台湾土著就是指我们用直径2公尺的树干做的舟船最大可载60名军人他可能看到整个嘎萨舍拉就觉得是军人，所以你看这个里面描述了第一个，我们不是用竹子做船，我们不是做竹筏那个李老师，你今天不是有跟我说竹筏是不是不适合，因为它会吃水？你可不可以稍微说明一下？对，它因为竹筏它是圆的每一根它有一半都在吃水，有弯的地方，所以如果是把这个吃水的部分你撑开来的话，你就比这个舢板比这个木头做的还要宽面积，所以它吃水就很宽，阻力就比较大了。对，那这样我们的船应该就是刚刚我给各位看的那个图片，应该是很接近类似这样子的船，对不对？如果我们阿美族要载货，是不是这个更像？应该是。等一下这个老师，你看这个图，如果阿美族人要去做南岛的那个就是做就是南洋群岛的一个交易，是不是这种船更有可能是阿美族人？因为他要载一些商品，对不对？应该是，对不对？类似这样，可以放这个商品嘛？对，那个框应该是放商品的东西吧？对，因为它的原理是不是都一样？它用独木舟当成船身嘛，再用那个什么延伸的，我们叫做那个螃蟹船嘛，它把它延伸，只是它用2个独木舟，那中间的地方就可能用那个竹子当那个支架放那个我们的货品，对不对？对对对，应该是这样，这样会比较像所以我们整个嘎萨舍勒要在船上不是开玩笑的呢，就是可能是30-40个人呢，对啊，所以变成就是说这个船身本身要很大，而且它要平衡感很好，而且它还要有帆所以整个模拟的样子应该是长这个样子应该比较不一定说一定是啦，就是说我们去模拟看看是不是可能就是这种样子，它才可以做贸易。看了那个13行的图有没有？应该是像，是像对，因为你去看那个风帆比赛，旁边都有啊，也是有就是要平衡用的因为风太大的话，人要跑过去，然后把它拉回来平衡啊。对对对，没有错。海明老师，是我看有一本书，它是写南岛民主的这个海上航行的一个介绍。
它所有的船只都是类似像你现在 PO 的这个没有竹筏的，没有嘛，对不对？没有。对呀、所以你看，我们找到的，我们都可以找到资料。为什么那个东海岸他们在做阿美族船的附赠用竹筏？所以我们刚开始去找竹筏所有的资料，都找不到那种远洋的，不是远洋啊，就是远程的航海的一个那个记录，说不可能啊，竹筏怎么可能？后来才发现，原来应该是用这种木造的哦，这种螃蟹船哦，Vanga 哦，就是阿美族的 Vanda 这种船才有可能是以前的远洋的一个船的一个基本架构了。好，那我们大概有概念就好哦，因为我们有时候看到我们政府在附赠阿美族的那种文化的时候，有时候都搞错方向了，怎么会用竹筏？我刚刚想那个竹子如果到一半烂掉的时候怎么办？那个那么远，对啊，而且吃水又那么重，早就沉下去了。对。好，那这个部分我们大概有，那个信燕有没有在？信燕，怎么了？对你刚刚问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人是不是很多？我没有办法回答说到底总人数有没有很多，但是每一次出航的人都是一个年龄阶级啦，这样子，我这样回答你可以吗？哦，对啊，我就在想那个船到底要怎么载。如果它是独木舟的话，就比较符合像那个什么兰屿那个一样。对，兰屿那个其实是用拼板的，它其实跟独木舟很像，但是它现在已经改良了。其实那个拼板的是中国的啦，他们是有点模仿。早期的兰屿人是用独木舟啦，所以你看看那个我们那个时候的路线，不是从那个吕宋岛、巴丹岛、兰屿、绿岛，然后再到嘎嘎瓦善，再到阿拉巴奈。我们是不是有经过那个兰屿？我们怎么可能不知道独木舟的好处？可是重点是我们400年前已经没有航海了，我们的人都忘记了，然后我们在复振的过程中也没有好好去找资料，用竹筏作为我们复振的一个基础，怪不得他们每次划到一半就觉得哇很累。因为吃水嘛，然后也没有办法对抗那个黑潮，所以变成就是说，第一个也不了解黑潮的方向，还逆着看。你知道他们复振，我真的很想笑呢。他们是从那个什么大武还是那个卑南溪那边往兰屿那边划呢？不是，对不起，往绿岛那边划呢。那个就是我们刚讲的是逆着那个什么黑潮在划。哦，我真的觉得有时候有时候很想骂人呢，就是说你要复振，你起码把那个资料先确定嘛。你逆着滑，你们看这个，你看这个图片，这个黑潮，你如果要滑到绿岛的时候，你要怎么对抗这个白色的力量？有没有？这个白色的黑潮你要怎么对抗？你逆着怎么滑？它是用那个每小时，它是每秒2公尺，每秒2公尺的速度，你逆着滑，你要怎么滑？你滑一下就退1公尺，你滑一下就退1公尺，它是每1秒2公尺的速度在流动，所以你看他们在做实验的时候是逆着滑，所以他怎么可能滑得到绿岛？他说那个，我记得那个计划是三拿赛，什么阿美族三拿赛的竹筏的附赠。哎呀，真的没关系，我们知道就好。以后你们知道的话，以后你们滑一下退3公尺。对呀，这滑一下就退，滑一下就退。对呀，滑一下退3公尺，滑一下退3公尺。对呀，我前几天呢，我前几天看到一个节目啊，就南岛起源。我发现斐济他们那边的船也是像我们那个螃蟹船对，刚好有看到这个，所以我刚刚看到那个图，突然之间有点吓一跳，就是他们现在也在做这个船的附赠。
对啊，好可爱哦。很好玩哦。对啊，那个螃蟹船其实蛮好玩的，就我们有机会的话，模拟看看呐。吼，我们有时候一起相约去东海岸，有没有？我们找经费哈，说我们也要附赠螃蟹船的。哎，煮一下，我对。们不要附赠什么竹筏啦，竹筏怎么附赠也不会过，也没有力量过到绿岛啦。划一下退3公尺，什么时候才到啊？好，我们这个时段哈，需要各位哈，我们就先讲到这边哈，我慢慢讲哦。好，我们先看一张图哦，你看哦，这个是我截取那个新闻的图哦，是那个卑南溪口哦，它那个就是那个台风天的时候，把那个漂流木啊冲到卑南溪口，然后好，过了一阵子后，你看。随着海流堆积到北海岸的东北角海岸，从卑南溪哦冲出来哦，随着海流堆积至北海岸的东北角海岸。哎，你们发现什么事情了？就是黑潮往北啊。黑潮就是黑潮，就是黑潮往北啊，就是跑到那边去了。阿美族人早就知道这个黑潮是往上的。所以阿美族人为什么我刚刚讲说他只有在冬天的时候会去南洋群岛去做交易的原因，就是说只有冬天有一个位置在这里，在澎湖的那个地方有转弯的地方，在澎湖这个地方可以转弯，所以我们从那个龟山遗址，就是在车城乡那个附近，在这个位置利用我们的船，螃蟹船往这边转弯，再接这个中国沿岸流往那个东南亚就是我们的那些马来西亚、越南，还有越南、泰国、柬埔寨，对，就是往这个方向走。这个是阿美族人。那我跟你们讲一个故事啦，你们有没有去过那个小琉球？小琉球上面是不是有一个那个乌鬼岛？以前荷兰人我跟你们讲小琉球的位置在哪边有去过小琉球应该都知道。这个是一段那个我自己觉得是阿美族人的，我自己觉得。好，你看这个地方，我刚刚讲的那个位置是在车城这个位置有没有？阿美族的那个龟山遗址是在这边，阿美族顺着黑潮支流往上面走。我问你，他们会不会在这边停下来？有没有可能？会休息一下，应该会，就是休息的地方。然后这个地方以前有阿美族有700-800个人后来在荷兰的时期他往这个地方看到一个小琉球，他说我要去上面取那个淡水，淡水就是他们要喝的水，就是去这个岛上取水啊，取淡水，然后他们就派一个人进去取嘛，结果派这个人进去这个。我把这个放更大你们看到了吗？他们派人进去这边结果然后那个人就没有回来了，他们等很久啊，那个什么荷兰人呢就等不及啊，就说啊算了啦，他应该被岛上的人杀死了，他们就走了。走了之后过了3年回来报仇，回来复仇。3年呢，已经3年了哇！你们君子报仇3年不晚。那个美国、那个荷兰的，他们报仇，然后他们就去里面找然后后来就第一次打进去啊，没有成功，你知道吗？他们又放弃了，过了2年又回来，他们这一次用船坚炮利，用炸的什么？后来他们就跑进去用什么一大堆诡计啊，用烧的，用熏的什么，
把里面的人都把他逼出来，然后里面有几百人被他当场弄死，然后他俘虏了一些人带回去。我问你，这些人，这个乌鬼洞里面死掉的原住民，为什么叫乌鬼洞？你们知道吗？他们叫做那个可能那个时候都黑麻麻的啦。就是这个乌鬼洞里面，就是阿美族人哦，那个以前就是躲在这个洞里面跟荷兰人斗，然后最后死掉的这一批人。所以后来被俘虏的人哦，也被俘虏到那个什么，就被他们带回国去啊。那现在文献讲哦，这一群人他们也搞不清楚是谁。那他们有人说是马卡道人，马卡道。重点马卡道就是不是阿美族这种，是航海民族嘛。对啊，应该也不会到那边啊。对，所以这一群人哦，就是我们阿美族哦，你知道是哪一支吗？就是我们的恒春阿美哦，拉郎认祖，他们要去南洋群岛的时候，经过这边休息嘛，对不对？然后他们下一站就是去哪里？去那个澎湖嘛，澎湖这样子，然后从澎湖这边利用那个转弯的黑潮往下走去南洋群岛嘛，就是这一群琉球是他们的中继站。所以这一段历史哦，如果真的是阿美族人，那真的太惨了。里面总共有700-800人，只剩下大概不到100多人活着被俘虏走，其他的全部都死在这个岛上。所以现在小琉球一个原住民都没有，你觉得合理吗？这种地方怎么会没有原住民？所以这件事是我特别讲一下，荷兰人是不是好东西耶？以前白人就是一个坏胚子，才会大航海时代就到处掠夺啊。好，我们不要制造民族仇恨大概就是这样。来，我们来我们线上的族语老师很多哦，来吧，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我们讲的那个巴塞族的话哦，我们来看一下，有留下一些文献的哈，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话跟我们到底有多像，我们看一下吧。我先找一下哦，看那个语言的部分，有时候我自己都会忘记放在什么地方。就说我们来对一下那个语言。好，我们找到了，来看一下这个。李老师有没有在？有。韩娜也有在嘛？松林大哥还有现场的族语老师，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的话哈。这个已经跟噶玛兰混得乱七八糟的哈，来看一下。好，我们先看第一个哈。好，你们看到第一个出现呢，就是我刚讲的独木舟，他们怎么讲 ？Banga， 巴塞叫什么？再放大一下。放大有没有？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香蕉，我们叫什么？保利。啊，你看他们叫什么？巴塞叫布地，有没有很像？好，我们的鸟叫什么 ？ayam 嘛。ayam。哦，他们的不一样哦。manuk 有没有？你现场有没有南斯阿美的？manuk。OK， 不一样没有关系，一定会不一样，因为他们也受噶玛兰的影响。还有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鼠洞是什么？比浪比浪是什么意思？你们有阿美语有这个话吗？比浪，这个话就不熟悉了。动物吗？不，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是一个动作吗？算数的数吗？数东西的意思是不是？哦，这是不是比拉？比拉就是数钱的比拉。没关系，这个字比较少哦。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
好，我们来看这个，我们的罪叫什么？马拉桑。啊，马拉桑哦。我们看一下他们的叫什么？武术好像是泰雅族的话呢，哈。哎呀，好，没关系，可能我们阿美族以前其实不喝酒的。好，再看一下第二个，我们的毛怎么讲？你要什么毛？它这个比较像头发，补个死哦，补个死嘛，对不对？补个死，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四怎么讲，这个就很像了嘛。18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再看一下那个连怎么讲？比心，必须拉外，他这边写拉细哦，拉一四，这个不一样。好，北边的话，你们看一下这个叫什么？阿密斯就一样嘛。尿尿呢？一些啊，这个一样嘛。啊，你呢？一束啊，这个很像。好，我们再往下看哦，多看几个。好，我们看一下那个巴塞语的打哦，看一下，把带也打死哦，把带。好，我们看一下巴塞族的那个祖父叫做我们阿美族的祖父可以叫法基吗？对呀，以前可以哦，全部都叫法基啊。好，所以南是阿美叫巴基啊。啊，你看看，南是阿美叫法基，那就没有错啦。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妈妈怎么讲啊，爸爸，巴塞叫做啊，一样差不多了，他们叫达玛，就妈妈，他们这个就被噶玛兰影响了。你们不要小看哦，那个我们的巴塞族哦，跟噶玛兰相处了有几千年哦。好，眼睛怎么讲？马大嘛，那对啊。好，二怎么讲？卢萨，他们叫卢萨，有没有？好，我们看一下他们的路怎么讲。我们的路怎么讲？拉烂。哦，他们叫扎赞，有没有？扎赞，有没有？跟拉烂很像了，音已经变了。叶子怎么讲？爸爸。他们这个肥辣不是那个槟榔叶，就是吃槟榔的那个。比利是槟榔老叶啊。对呀，他们讲的应该是所以他们以前吃槟榔的了。对呀。好，他们的胸节跟我们一样，叫做什么？嘎嘎，没有错嘛。啊，头怎么讲？头，服务，档案。他们叫做无助吗？无助，档案，我们是档案跟服务嘛。哦，这个有一点不一样。他这个被噶玛兰影响了。好，直头呢？我们有叫把度吗？把度是什么意思？格勒。哦，不一样。把度不知道哪里的话哈，你看这个，你看这个把度哦，我有看到一个图片，全部南岛民族的石头都叫把度，结果我们阿美族叫法基，所以很怪哈。我们阿美族有变异哦啊。好，我们这个石头不一样哦，我们可能以前叫把度啊，下一个啊，这个很像我们阿美语的这个诗叫做古马恩，有没有？还加中缀嘞。有没有？古曼，有没有？对。好，再来就是那个他们的舞哈，我们叫里骂嘛，他们叫吉骂，这个变音的，哦，这个也是很像啊。他们你看，你某种程度上你仔细看，他们有被噶玛兰影响哦。好，再来那个手，这个旋怎么讲？旋这个我不会。巴米记是什么？巴米利有这个话吗？比例是什么意思？剪呐，挑选哦，筛剪呐。哦，那就对了。比例挑选。对 ，OK， 所以这个很像。好，我们的手肘怎么讲？肘，这个是不是？几顾，对呀，没有错。几顾嘛，对呀，没有错。几顾就是手肘。OK， 然后这个我们的吹怎么讲？
西乌是这样吗？西乌 You sip me sip you sip 也是可以这样念啊。我西哦，所以类似嘛，西对呀、 sip 是吹啊。you OK， 有一个那个噶玛兰的湿土记的有一个年轻人，他说他们噶玛兰人是从菲律宾来的噻。噶玛兰哦，对，也有可能的。他们说他们的祖先是从菲律宾来的，他们这样讲。有可能，对啊。其实严格讲哦，我们整个，刚刚好那个玉林老师有讲哦，我给你们看一张图哦，就是说我们提到哦，让大家印象深刻这样子。好，你们看一下这一张图哦，这张图很好玩哦。这张图有2个推论哦。第一个推论是什么？我们南岛语的那个发源地有可能第一个是在中南半岛。中南半岛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越南，现在越南的那个位置。那另外一个发源地就是印尼。哦，这个跟我们上次推论的比较接近。因为怎么讲？我给你们看一张图哦，这个印尼我是比较认同哦。你看哦，印尼的，你们看这张图哦，你看印尼的岛屿哦，你们看右下角，印尼的岛屿有17500个岛屿，然后它的民族有300个，它的语言有742个人，吓死人！这个印尼这边有那么多的民族跟那么多的语言。那原则上多的语言才会往其他地方移动。我们再往回看这张图哦，你看这个印尼啊，有没有？它往顺着这个什么黑潮往上走，这不就到台湾了？有没有发现？它顺着黑潮往上走就到台湾了。哦，大概那个玉林老师说的也没错。菲律宾人也有可能顺着黑潮到台湾，因为最近嘛，大概是这样子。我们提到就讲一下。好，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反正大家感受一下我们跟巴塞人的感觉有多近。这样好，巴塞的再下一个我们的心脏怎么讲啊？法鲁柱哦。对呀，法鲁柱。阿嫩，他这个阿嫩有这个话吗？阿嫩。看别的族群有没有？所以没有啊。我跟你们讲阿美族的那个巴塞人就是我们的南势群啊，已经跟噶玛兰相处了几千年你们要这样想所以会被影响。好，他们的巴塞语叫做什么？妈妈怎么讲？我们叫伊娜嘛。对啊。他们叫做迪娜很接近。好，再来是他们的肚子怎么讲？迪亚啦，对啊，对不对？迪亚，对。好，他们的你们怎么讲？我们的你们怎么讲？嘎木嘛，嘎木啊，嘎木，对啊，有一木，有接近了。这个感觉又是被噶玛兰影响了，有被牵着走了，有被牵着走。再来就是那个他们的名字叫做南难很像嘛，对不对？对。好，他们的狗怎么讲？瓦柱嘛，没错对。然后他们的游泳怎么讲？囊内嘛，对不对？对，囊内。他们的摇怎么讲？哈拉嘎拉嘛，对不对？对。嘎拉。他们的泥怎么讲？一束一样嘛，对不对？好，头饰我不会讲，老师头饰阿美族的头饰怎么讲？古度一样嘞，一样啊，古度。好，他们的事怎么讲？SPA 嘛，没有错嘛。对。我们的米怎么讲 ？Brat。一样嘛 ，Brat，对啊，有没有？对，好了，差不多这样子了。我们现在几点了？56分好，我们再回头过，大概我们跟这个巴塞语的话其实很多都很像啦，因为他们长期跟噶玛兰在一起我最后跟各位讲一个东西我们就差不多
就结束了。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稍微再跟各位说明哦，因为这个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我们把这个最重要的讲好。我们先跟各位讲这3张图哦，大家一定要有观念哦。第一个观念是说，阿美族人在新石器时代那个大概在中期的时候哦，就是3500年到3700年左右，阿美族来到了台湾哦。那就考古遗址来看的话，它登陆的点是卑南溪。然后在长光附近哦，就在猫公那一带，再来到月眉那一带哦，就从美仑花莲溪那边进去。那我们刚刚讲的巴塞人，他们是从哪边登陆呢？就从宜兰的新城那边哦。然后他们怎么走呢？他们登陆之后哦，他们都会往北往南哦。月眉这边的巴吉塔也是一样，往北往南哦。长光的这边也是一样，往北往南，哦，然后卑南的也是一样，往北往南，所以就造就了新城这边的巴塞族到了哪里？13行。卑南这边的达里萨干到了哪里？台南。到了台南，哦，所以我们阿美族的进入到第2个阶段是长这个样子哦。好，长这个样子。哦，阿美族把这个地方，阿美族有铁器的时代，它就造就了它从这个往北到了13行哦，这个就是它的活动范围。往南哦，到了龟山遗址，从恒春那边再往那个鸟松文化台南这边，所以又到了这边中间就是把吉他跟吉维里岸的一个这个范围哦，所以大概就分这个3个势力哦。后来到了17世纪的时候，阿美族撤退，从13行那边往回撤退到花莲北边哦，所以法塞这个联盟哦，变成现在的南势群哦，就是我们讲的南势阿美。那这边达里萨干啊，或者是法郎奥啊，我们讲的马兰系统跟恒春系统，它就从台南撤退，撤到哪里？撤到现在的台东市附近哦，也到了电光，就是到关山、鹿野、池上这一带哈，我们的恒春阿美，所以后来的阿美族就回到原来我们登陆的位置，也就是说，你们想想看，原来我们从台东登陆花莲那边往北扩张，往南扩张，后来因为荷兰时期、西班牙还有明郑哦，清朝的时候，我们又退回了我们的所谓的汉人说的后山，就是花东这一带，有没有？所以其实你们要看待历史的时候，我们阿美族从发展期、扩张期，再到撤退期，这个范围、这个活动期间，就是我们阿美族的历史。好，李老师，我这样说明有没有不恰当的地方？没有哈。老师，我再问一个问题哦。是。你前面那一张不是有4个那个是登陆点吗？还是说集散地？好，我再讲一遍哦。这个为什么会有新城、月眉、长光、卑南哦？这个是考古学家刘义昌哦，他根据时间的序列做设计的。这些考古遗址挖出来的时间是3500年到3700年的时间，就是阿美族人最早就是有在里面成立部落的一个证明，所以他会特别用这个新城、月眉、长光、卑南当成是那个时期的有人在那边居住的一个考古的证明，大概是这样。哦，并不是登陆点，是不是？对，它的登陆点，我刚刚讲说长光不一定是登陆点，它可能是在猫公那一带，就是从河口那边登陆。那月眉可能是在那个美仑溪，或者是花莲溪，或者是利雾溪。那新城可能就是在宜兰的那个南洋溪。那卑南就是在卑南溪口那一带，或者是我们讲的阿拉班奈那边。哦，所以对了，然后对，正确。然后进入溪口以后，然后再
往南往北在聚落嘛。对对对，没有错，对对对。所以为什么会举这4个点？因为这4个点是有考古遗址有证明的，就3500年，对，它是有遗址的，对。它扩散的地方嘛。对对对。哦，没有遗址不能乱讲，这个是有遗址的。这个图不是我画的哦，这个图除了红色的字是我画的，其他的字是我们台湾的考古学家刘义昌教授画的。这个是因为都有挖到遗址了，都有挖到遗址的，这是新石器的就中期的挖到的遗址哈，从北到南这样子。就是说早期的阿美族人，他们进去的话，也都是从卑南西嘛，然后再跳，就是往上跳嘛。好，我马上回答你这个哈，不，我们只能说不一定。我们的猜测是因为那个森龙哥，我画一个线给你看哦，因为我们的那个黑潮是蓝色的，这个黑潮顺着往上，你把它想象这个蓝色的是高速公路哈。那他会选择在卑南下交流道，还是长光下交流道，还是月眉下交流道，还是新城下交流道，由他们该民族自己决定。也就是说，他有可能是卑南先到，然后再往上，也有可能。另外一个就是说，他有可能是直接顺着黑潮就直接靠岸的，顺着黑潮就靠岸的，有2种可能。了解。对。还有没有问题？你们有问题，我这边有相关的资料，都一定会回答你们。还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请那个李老师帮我们做今天的结语哈。好，那我先把这个刚才大家的疑问给你好，我跟这样过了，也是来阿巴鲁就那么给你好。我现在先把这个这个吉维利岸这一边的群组，然后那为什么我说是在猫公这一边，但是不一定是在那个山上面，巴里湾就是巴里湾就是在这个吉兰阿山的下面。那我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呢？因为那这个嘎拉拉的这一群人哈，他们从这一带吉兰阿山这边，然后往南移，就是先西边哦，带了一下以达福可能呢，以卡蒂莫诺亚诺那个那个法达岸旁边那个是什么？太巴朗哦。太巴朗，它的南边那边有一个叫达福的，然后这边之后呢，他们又往南，然后移动到这里，到这个雅嘎拉拉哦，就是那个石柱的那个乱山岗的那一带，就是石柱的附近。那我们可以从这一边就知道了。但是为什么有人会在吉兰阿山那个山那边上面还有做一个什么一个石碑？它也许是他们为了证明说过去的那个什么传说故事呀，是从那边来的。就是说有族人住过那边了，然后立个石碑在那边。实际上不可能住在上面了，那一定是在伊兰诺巴里湾那一带了。所以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秀果兰景岩面有的是往南走嘛，带来一下以马古达埃，按照带来一下以朝越，有的直接就是到那个吉维。那这个我讲的是达拉地，然后往后面走就是雅嘎拉拉多，所以这些就是秀果兰群嘛。所以我们不排除是他们登陆点就是猫公这一边呐。对。哦，应该是这样子。我比较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一定在巴里湾那里。嗨，就是那一带。所以他们说住在上面，我想是不可能了。但是他们为了要证明就是那个传说故事给他，所以那边就弄一个。其实那边根本就不能住了，上面就是下面了。lutukan tiraw啊，係，得啦，tip sana，一個建議嘅咩？個啲冇女啊，太巴郎，建議的比利山來嘛，比利，對，大
大个地方你那有那个大富，可能有大富。一地那边还我土地给亚克拉拉的人，他说我们的祖先曾经住在这里上，然后有人在照相。那一段时间还我土地的时候，带来长了，他说相信，哎，我们的祖先曾经在这里住过噻，哦，还我土地，还拿来过来了。那其实他们都已经到嘎拉拉这一边了，然后因为跟嘎拉拉说互相在通啊，然后啊互相通，所以为什么这个秀姑峦群这边的语言会都是差不多，只是这个泰巴朗跟那个法达阿就不一样，他们就是从北边来的，啊，我们的胶囊呢，北边来的，哎，如果这样去推的话，应该是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当时的怎么样去登陆，所以刚才这个遗址，这个就是考古学家，因为他们移动了之后挖出来，你看。几千年，可能有1000年这样走来走去，这样这样，哎，对，登陆的地方不一定是就是他们在那边居住的地方，他们还往里面深入嘞，这样。在kekamaran lah tidak哎，masalah lain ini kok， 哎，还能够给他其他好，就有个很多的话就aku i Tamuanan好，Jamul saja nano maulalay tangasaan ini away ko mahiyay maisangay mitingi to swani 改造，的确是改造是找了很多的资料，我们在透过这个关系在推，好，我们当然说不能是很肯定，我们就推，哎，我们都有依据嘛，还能大好，哎，的，现在最缺乏就是那最好结果了都20代。我们就是要找这个嘛，我们先把这个下面的真迹找好以后，就往上面推嘛。那很大好，大概差不多了啦。我很大，那谁就能大好？什么？哎，pasti lanu tak pasti papa mikat kat。哎，李老师，我还听说那个老人家以前的祖先，他们还跑到那个达吉利斯在那个苏花公路吗？达吉利斯在利乌西。对，他说也在那个地方哦，也在那边。崇德就有那个阿密斯啊，那个遗迹在那边啊，遗址啊。哦，对，但是那边也是有1000年以前他的遗迹在。对，哎，然后我读毛的埃格拉，因为跟刚才凯明讲的，被这个明朝跟清朝把海上这个堵住了之后，大家都往东边退了嘛。一退以后，那边也没有人住啦，对，就往这个尽量往这个有平地的地方嘛，塞拉杜啦，南斯阿美就是在七来平原这一边嘛。哎，ilo ko yung hinapat sa namahaw, asawalan hagya ko hati niya yan dita kami pautsu ngay kabanaan dita ko uray-ray no sarangawan dita. Anong hirao? 好。